真听讲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略做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6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6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8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8节，就是解说甲五角之间、入角之间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摆呢，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入文开始，变零五入，即角之间本来进行义德出现。你心物错解经义，见他道开始五入，自是佛之之间五倍无分。若作处解，乃是邦经非佛也。彼既是佛，以其之间何用经开？即摆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前面啊，慧能大师讲将开始五入佛的之间，也就是讲角之间呢，该分做4段。第一就是开角之间，第二四角之间，第三五角之间，第四就是入角之间。慧能大师进一步搁再讲，入文开始变零五入，讲假若啦，你若是来听到开始啊，就会当回来五入。这正就是慧能大师以及甲方景大师所讲的言下了悟的意思。听到开始迄个所在，你就当回来五入。也哪呢？角之间啊，本来进行义德显现。讲这个角的之间，本来进行呢，就当来显现。伫这个所在，该叫做讲做角之间。也另外有这种意思，那就是讲，这个角的之间呢，间别毋是属于微的之间，咱众生的之间呢，乃是一种的微的之间。但是呢，咱众生心中有一个角的之间伫咧，这个角的之间受到无明的熏染，所发生出来，就是一种的错误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就变成一种的微之间走出来。即马这所讲就是讲，咱啊听到佛的开始，就随时当来五入。也哪呢？在咱众生心中，零零角角的这个之间啊，也就是咱众生本来的真性啊，就会当来显现出来了。在法华合论的所在就来讲啦，讲佛啦，无讲用过佛的知见来传授给众生，也所讲的就是讲，要爱咱众生一当来开佛知见、四佛知见、五佛知见、入佛知见，从安尼呢，咱就可以了解这个知见佛的知见啦。这是咱众生本来有的物件。佛的知见呢，毋是从别人所得来。不过，虽然佛的知见咱众生本具不从他得，我那必须呢爱正先知识的言，方便开始啊，才会当得到五入。在法华要解我来讲啦，讲这个开呢，就是将迄个无明该拍开，本来咱的心啊，去互这个无明该封掉咧，就等于讲一个窗户啊，迄个门呢，该锁起来共款，将这个开啊，该拍开，
将迄个无明啊，甲伊拍开啦。这个事呢，就是讲知所迷真体啊，将你所迷去迄个真心本体啊，来甲你知识出来，这就是事。啊，这个悟呢，叫做复然洞识。这个复然洞识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忽然间呢，咱已经啊，拢会当好来明白，会当来去看到。这个业呢，就是讲做深造自得啊。这个深造自得，就是讲咱深深来去用功修行，咱自己得到，来去证到一切将得。这呢，就是佛的知见道。伫遮六祖慧能大师分做4门来甲伊配合，这呢可以讲是非常的有道理。这呢会使咧配合着四位四谛四教等等，这啊在天台伫遮大师的法华文句啦、文句记啦、法华科注等等啊，就有即款的说明伫咧。即马慧能大师甲咱讲，听到佛的开示，咱就会当回来悟入去佛的知见。安尼呢，即个觉的知见本来真相就可以显现。在这所在，慧能大师呢，甲咱提醒，讲你心无错解经义，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五倍无分。你若是在迄个时阵啊，当然就是咧指发达。要咱现主是讲起来呢，就是指咱所有遮个迷惘的众生。讲恁遮迷惘的众生啊，信勿错解经义，这个信就是谨慎啦，就是讲必须呢谨慎啦，毋通去错解经义，毋通将经的意思解说错误，安尼叫做信勿错解经义。讲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五倍无分。讲你看到佛安尼讲开示悟入，那呢你就认为讲这呢是属于佛的知见啦。五倍无分，讲咱遮的人呢无分，甲咱无关系。讲俗作出解，乃是帮经非佛呀。讲假如你若是安尼解说呢，就是一种的诽谤经典，也就是诽谤佛法。虽然咱世尊伫咧讲欲令众生开佛知见，欲使众生佛之知见，欲令众生悟佛知见。那虽然是伫咧讲做佛的知见，但是这个佛的知见是咱众生的佛的知见。毋是佛本身的佛的知见，所以咱听到讲要开示悟入，也等于讲是佛啦，要将这个真理来甲咱开示。也拿呢，咱当作讲这个真理是在佛的迄边，毋是在咱这边。这甲咱什么款的关系呢？变成讲咱都无迄个分野。若是安尼呢，就一种错解啦。就是讲对经典的意义呢，已经一种错误解说，那就是诽谤佛法。讲彼既是佛，以其知见，何用经开？六祖慧能大师进一步就安尼讲啦。彼既是佛，讲这个伊呢，既然是佛，这个彼就是咧指佛啦。咱告知释迦牟尼佛也好，或者是讲其他十方一切诸佛也好。那既然是佛啦，已经有具足了知见，具足知见呢，面顶爱加一个觉字，已经具足了觉的知见啦。就是讲众生迷佛已经觉啦，何用经开呢？伊何必都搁再来解开呢？就无需要搁再解开。就是讲佛之所以会当成佛，就是已经伊的知见开显，
伊已经悟着本界佛性，证着本界佛性，也就是已经悟入了佛的知见。那佛既然是悟入佛的知见，何必再开呢？当然啦，就无需要再开了。念今当信佛知见者，知念之心，经不别佛。讲你呢，现就是应该呢，就是爱来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讲这个佛的知见知念之心，知是呢你的自心，知是你自己的心，经不别佛。另外呢，无另外一个佛伫咧。在这个所在已经甲咱讲起非常清楚，就是讲所谓佛的知见者，到底是啥物呢？就是你自己的心。除了你的自心以外呢，无搁再另外一个佛伫咧。就是讲佛的知见就是你本来所具足的佛性。那咱这个佛性叫做讲做佛的知见，也咱佛的知见甲众生分知见到底是差偌济呢？在《楞严经》内底有几句话讲起非常简单明了，在这所会再摕起来，互咱各位做参考。在《楞严经》讲知见入，知即无明本，知见无，见事即涅槃。那这就是众生知见、佛的知见的差别。知见入，知即无明本，就是讲你这个知见入，这个知呢就是无明本。就是讲有入一个知见的这个知见就是无明本。安尼可能还佫较深啦。较简单讲，就是讲你有一个分别心来去甲分别世间的事物，有即款的差别的观念，有即款的分别的观念，那这就是一种无明的根本了。这呢，就是咱众生的知见。你看咱众生目睭看到对所看物件去甲分别，耳孔听到对所听的音声也去甲分别。咱闻到物件，哎呀，这真香，真讨厌，或者是这真臭真香，我真介意。我毋是讲真讨厌，讲这真香我真介意，真臭我真讨厌，这种家去分别。喙食到物件，哎呀，伤咸啦，伤正啦，伤酸啦，等等，那拢总呢，都是伫个所在伫个去分别。这就是知见入。那这个知见入的了知呢，是种无明的根本。知见无，见事即涅槃。知见无，迄个知见就是涅槃。那这个知见就是咧指这个分别的妄见。所以就是讲，无有分别妄见，迄个知见呢，就是涅槃啦。就是我常常伫咧引呢《金刚经》所显示的咱世尊，虽然是甲咱同款行路、吐蕃食饭，但是无着相。即款呢，这就是属于佛的知见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才讲啦，讲佛的知见知念之心，经无别佛。所以，佮就讲佛的知见，就是咧指咱众生本具佛性。咱众生本具佛性就是佛啦，佛所证的嘛是这，咱以后要证嘛是这，讲的都是这个真心本体。那既然佮就讲真者，不但是讲毋是假，真的应该就是绝对的，无两个。用这个意义讲起来，咱众生所有的真理，甲佛所有的真理，应该是共一个真理。就是讲，咱众生的佛性，甲佛所证的菩提涅槃，应该就是一体，无异差别。所以用这个理论解推论的结果呢，就是变成圣凡不异迷悟无别。那会当好安尼呢，正是这种的绝对的真理。下面讲，该为一切众生自备光明，贪爱顶敬，외言累扰，感受苦地，便罗他世尊。
将三昧起种种苦口，劝令侵蚀，莫向月球以复不义，故因开佛之见。讲因为咱一切众生呢，自备光明，咱自己呢，将咱的心中的智慧光明甲伊遮蔽掉了啦。安尼叫做一切众生呢，自备光明。因为咱众生将咱自己的光明、智慧光明甲伊遮蔽掉咧，结果呢就贪爱定境，无智慧就变成咱的意识妄心用事。由这个意识妄心用事呢，对外面的定境就该贪爱。对迄个好的咱就来个贪。外缘累了，外缘就是在指外面的定境啦。就是讲由这个外面定境呢，来去扰乱咱的内心。咱去布店看到一块布足介意，那这就是外面的境界。咱去甲贪，介意都介意遐贵我无钱迄当阵你心肝底呢就起烦恼。我为什么睇遐尼只散车呢？我太无钱，来买一块布咧。或者是你的烦恼不止如此啦。可能讲你是靠父母的，讲我的老爸老母含慢，袂晓趁钱，要当花得到享受，买一块布都无你看人无人。因老母我财政咧，我这财产得会用安怎，那这个烦恼就生起咯。可能讲你若是在这个夫妻间做人的太太人，可能讲我先生真含慢，袂晓趁钱啦，我呢要捡一块好的布都无钱好捡，可能你会怨恨你的先生。凡是时大人怨恨讲你这囝遐含慢袂趁钱，对我做老爸老母的无友好，我要买一块布你都无迄个钱好买。就是使你的内心先去扰乱啦，这是一个例啦。凡是有这个外面的环境，要你去甲伊接触啦，受到的影响啦，你的心肝底就伫咧纷扰不休啦。结果呢，就甘受苦敌。这个甘就是甘愿，甘愿呢接受伊的苦敌。这个苦敌呢，就是讲来赶迄个车马来甲伊追逐，也就是讲呢，感受外面物质所使用所以呢，名叫做讲做感受苦敌。那伊遮所讲的，应该就是互这个颠罗所甲你苦敌。安怎是讲互这个颠罗所甲你苦敌呢？咱真正简单。世间人为着财色名食睡，伫咧奔波不休。咱事实上只有这个身躯，咱的腹肚呢，嘛是只有遮大个尔。像书你讲有百万、千万的财产，事实上你三顿所食的嘛是一碗饭一碗菜，你敢会当讲散车人只有法度食一碗，你都有钱人，你一工会当好来食10碗菜，食10碗饭，尽量甲吞落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。或者是讲散车人，伊无衫裤穿，所以呢，一束衫你咧替换尔。你都有钱人，你安尼衫裤买几落百领，拢甲穿对身躯，有可能吗？嘛是无可能。像是讲你老仔厝足侪间的，你的这个房间呢，可能有几十间，会当互你去享受。但你暗时要困我那是只是困在一顶7尺长、5尺宽的眠床啦，你无法度去困较低啦。那咱一个人的一时之的享受，事实上是非常有限。但因为咱的贪心未死，所以呢，这比搁再较济，为着贪这个享受，结果呢，就变成物质的努力，变成经济的努力。依照我拄则所讲呢，当咱去到布店看到这块布，这块布剪起来，可能要差不多我1个月薪水才有够了。
我一个月薪水来去捡一块布啊，我一个月免食饭呢，无可能。啊，要安怎？变成野外劳动啊！变成讲，在我份内做工课啊来去趁钱以外，我着更加搁再去拍拼，搁再去野外，搁再去趁钱。安尼呢，才有法度好来得到我要得到物质。呀，那呢，你是毋是为着即块布，是为即块布甲你使死呢？来甲你驱使，使你伫咧落落不休啦？可能讲咱一个人是爱命诶人嘛是共款啦，爱地位嘛是共款啦。有当时为着命，为着地位，伫迄个所在啊，就是伫咧落落不休。所以啊，就变成讲累言累语啊，甘受苦敌。因此呢，就变落他世尊，将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侵蚀。因为咱众生呢，惹背了智慧光明，贪爱定境，受到外言内心纷扰，咱甘愿呢，或者颠落烦恼所甲咱使死。因此呢，就落咱世尊。这个落呢，就是落凡的意思。就是讲，因此呢，就落凡咱世尊啊，将三昧起。本来咱世尊呢，是入于无量义处三昧，结果呢，就将这个三昧起来啊，种种的苦口啊，劝令侵蚀。这段意思呢，就是在方便品内底所讲，讲密是世尊将三昧义起，各舍利弗，诸佛智慧心深无量。其智慧文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。这是在《法华经》方便品内底所讲。咱世尊要来讲这部《法华经》以前，是入于无量义处的三昧，就是在禅定中。在禅定中，就是因为着要来教化众生，所以呢，就将迄个禅定中出定了。从这个禅定中出定呢，就来开始以舍利弗为对象来开始啊！伫遮讲种种苦口，种种苦口，在方便品原来讲如来令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言辞柔软，亦可众心，这就是种种的苦口。咱普通讲啊，无人啊，安尼苦苦来去甲伊囥，那就是讲伊真正苦心，来去甲伊囥。伫遮就是讲佛呢，伊实在是一片的悲心，一片的苦心来劝咱众生。在《法华经》的性解品原来讲如是苦言，逆动勤作。那这个苦言就是苦口的意思。讲劝令侵蚀，这个劝就是劝咱众生，使令众生会当互来侵蚀。这个侵就是指的意思，这个侵蚀就是指示。那指示上面呢，就是要指示了内心的烦恼，指示了贪爱，将这个烦恼贪爱指示了，安尼才有法度来得到佛的知见。这段呢，就是慧能大师将咱世尊一片的悲心伫这所在给表扬出来。讲目向为求依佛无疑讲当时呢，世尊也劝人毋通向外去求，因为咱众生呢，甲佛是无两个。咱甲佛呢完全共款，在前面已经讲过了。所以，就讲做佛知见，就是觉知见，零零角角的作用，那这就是佛的知见。这个零零角角的作用，咱众生也有，佛也有。这个觉知见呢，是在咱众生的心中，所以呢，毋通向外面要去求。
咱呢甲佛啦是共款无差别。无差别中所产生的差别，乃是佛已经误入啦。咱众生呢根本啦无误入，差有误入无误入尔。就是讲有误着佛性，有证着佛性就是佛。咱众生没了佛性，咱众生失去了佛性，所以咱就做一个众生。所以在后面慧能大师讲，咱啊都爱开佛的知见啊，毋通去开众生的知见。那这个开佛的知见，就是知见无见是一粒盘；开众生的知见，就是知见入知即无明本。在这部《六祖大经》，慧能大师也是教咱讲，要用过迄个无分别的智慧去照了，发生妙用。毋通啦，以这个分别心来分别世间的事物。这所讲的，甲《楞严经》所讲的写实用经的意义完全同款。所以真理呢，只有两个，无两个啊，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，无两个。在这个所在啊，就当好来充分来甲证明出来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《六祖坛经》。这样就讲到这个所在，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